传承客家演艺团体当中，这个团体很特别，叫做哈旗鼓。哈旗鼓文化艺术表演团，他们是由高屏6堆的客家青少年所组成的。在成员当中呢，除了有年轻的面孔之外，他们所玩的乐器也非常的多。除了融合了歌谣、打击乐、采茶戏等客家元素之外，他们创作俱佳的表演，也让很多客家乡亲非常的感动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带你来看看哈旗鼓怎样传承发扬客家文化。又唱又跳，表演生动又活泼，这是知名的哈旗鼓文化艺术表演团，团员全是高屏6堆的客家青少年。这回的巡回演出是为了客家6堆园区开园暖场，所以整部儿童歌舞剧都用客语发音。成员都是青少年，表演很有张力，光是彩排已经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。只是要在屏东三山国王庙前表演，他们也不忘祈求演出顺利。有组织，重礼仪，为了表达诚意，还用哈旗鼓当中的客家发音敬神谢神。哈旗鼓的团员个个身怀绝技，各有所长，所以他们的表演也很多元，融合了八音、戏曲、戏剧，还有舞蹈。好，敬礼。收起来，各自收起来。手软一点，手软一点。为了要有完美的呈现，老师要求很严格，不论是动作还是走位，都要求做到最好。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他们还很努力，也备受肯定。不但获得杰出表演新秀奖，也得到客家艺文3铁冠军。客家八音大赛中也拿第1，邀约不断，因为他们的表演很新颖，每次表演都有新花样，像是这一回的客家儿童乐舞剧也是新尝试。按准时的时间，然后摸索身体准时的过太阳，然后幅度上一细细的。把团员集合起来，努力传承客家文化的是他李荣峰。要撑起一个艺术团体真的不简单，但他坚持信念，要让客家文化也能雅俗共赏。那我们改变一些比较有活泼的或者是用现代的客家的歌曲元素，或者是加入其他的音乐，或者是自行创作。那它的客家元素有时候是一抹的，有时候是非常浓厚的。我们让观众能够了解、看得懂，而且喜欢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宗旨。团员们年纪轻轻，但是他们靠着坚毅的精神，要用独树一格的肢体语言，跳出客家的生命力。三山国王庙前，客家精神活力登场，舞出客家的韧性，唱出客家的底蕴。哈旗鼓的孩子用得奖肯定传承的努力，沿着客家的轨迹，找寻感动时刻。